那接下来思婷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枪声》，谢谢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谢谢今天家族的歌迷朋友，我看到了你们的孩子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用心。心爱相送，无情的喇叭声声等，我待你人生心所的人，花车。心来相送，无情的喇叭声声等，我待你人生心所的人，花车。热情温暖的掌声，魏大哥好。你这摆看一摆水。谢谢。我最近这十几年来吼，真安尼上来主持节目，啊，真拄好。出来3、4遍，逐摆都拄着你，了解足深。大家唔敢体验啦。人即嘛台语歌唱了袂歹，也开始唱华语歌曲，用立做一个吼。是啊，因为这歌手本来就要多方位嘛，哈，就是什么歌拢爱尝试啊。其实我们刚尝试动感歌曲，因为我走行路拢会同手同脚，所以要叫我跳舞哦，真困难。是安尼，到时逼着就会，你看工会，人伊伫小巨蛋嘛是照顾到人家比较无啥对不对？伊讲迄是较艰苦的，练落就会，但是咱知。